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首先嚟睇下新聞提要。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聽取各鎮街各系統黨委、黨工委書記揸基層黨建工作述職，並進行評議。市委書記郭文海強調，要持之以恆揸基層、強基礎、固基本，以高質量黨建引領保障高質量發展。嚟睇詳細內容。1月21號，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聽取各鎮街各系統黨委、黨工委書記揸基層黨建工作述職，並進行評議。市委書記郭文海主持會議並講話，市委副書記、市長尹念雄、市政協主席莊樹俊、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李長春出席會議，省委組織部有關同志到會指導。會上圍繞揸好基層黨建工作，各鎮街黨委、黨工委書記依次述職，市直機關工委、市教育工委、市國資委黨委、市委兩新工委書記作書面述職。郭文海認真聽取匯報，逐一點評，對做好今後工作提出明確要求。郭文海指出，過去1年嚟，全市各級黨組織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嘅20大同20屆歷次全會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系列重要講話同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省委1310具體部署，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同黨員先鋒模範作用，凝聚起全市上下攻堅克難、團結奮鬥嘅強大力量，推動8000萬工程3年初見成效，轉作風、工改、治水3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戰果，有效應對基恐肯亞熱疫情防控嘅大戰大考，有力保障中國式現代化嘅中山實踐紮實推進。郭文海指出，今年係15.5開局之年，揸好基層黨建工作意義重大、責任重大。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嘅建設嘅重要思想，關於黨嘅自我革命嘅重要思想，持之以恆揸基層、強基礎、固基本，以高質量黨建引領保障中山高質量發展現代化建設。亦要將黨嘅政治建設擺喺首位。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鍥而不捨貫徹中央8項規定精神，重心推進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同腐敗問題集中整治，以上率下營造風清氣正政治生態，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而要堅持黨建引領，更高質量推進8000萬工程，堅定不移鞏固提升轉作風、工改、治水工作成效，把握好時與度，加快打造連片萬畝跨鎮街產業平台，推動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全面優化、提質升級。喺前期治水成效基礎上，大力推進美麗河湖保護與建設，持續美化綠化一河兩岸，做好水文化、水娛樂、水經濟文章，持續推進人居環境整治，結合愛國衛生運動，全面清理垃圾雜物，清除衛生死角，剷除蚊蟲滋生地，打造乾淨整潔嘅城鄉環境。三要堅定扛起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各級各部門要主動擔當作為，一級做俾一級睇，一級帶住一級幹，努力斷長板補短板強弱項，實之有實謀項目揸招商促落地，不斷塑造發展新優勢新動能。四要大揸基層強基固本，加強分類指導精準施策，着力推動傳統領域黨建提質增效，切實揸好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黨嘅建設，積極引導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參與社會治理，持續鞏固拓展新興領域黨建攻堅成果，打造中山行業黨建品牌。市委常委、市委黨嘅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生產和工作一線黨代表等參加會議。本台記者報道。1月20號，市委書記郭文海會見世界華人協會一行，雙方圍繞項目合作進行深入交流，並就生態康養、低空經濟、跨境電商等領域合作達成共識。世界華人協會創會會長程萬琪、世界華人協會會長何超、霍英東基金會永久董事霍振宇、中華工商總會主席洪子晴等協會代表出席會見。郭文海代表市委市政府對世界華人協會一行嘅到嚟表示熱烈歡迎，並推介中山營商環境同投資機遇。佢話深中通道開通，中山大發展先至啱啱開始，各位企業家投資中山係最好嘅選擇。
郭文海表示，中山係一個好地方，隨住深中通道建成通車，新中山客運碼頭通航，中山水路50分鐘通達香港、澳門，1小時通勤圈內，坐擁5大國際機場、5大國際港口，已成為大灣區嘅投資熱土。近年嚟，中山同香港全方位合作日益緊密，形成咗香港科創加中山製造、香港青年加中山創業、香港人才加中山生活等合作模式。中山擁有260平方公里五桂山生態綠肺，跨珠江口低空飛行航線已經開通。當前正大力推動家電、燈飾、服裝、五金、食品等中山貨行銷全球，誠摯歡迎廣大企業家選擇中山投資中山，喺生態康養、低空經濟、跨境電商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努力實現高水平互利共贏。中山幹部隊伍一定會聚焦企業發展全生命週期，無私高效貼身服務，加速推進項目落地見效，讓企業安心放心舒心發展，扎根中山做大做強。會上企業家們分別介紹咗企業基本情況、核心業務同合作意向。大家紛紛表示，中山區位優勢明顯。隨住深中通道開通，港車北上政策落地，中山同港澳1小時生活圈已經成型，交通與出行便利性顯著提升。中山生態環境優美，坐擁五桂山得天獨厚嘅生態資源，係創新創業、居住生活嘅理想之地。企業對喺中山投資興業嘅前景充滿信心，將充分發揮資源優勢，推動項目精準對接，加快落地，同中山攜手共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歐陽錦泉、馮金儀參加會見。本台記者報道。1月21號，中山市16屆人大常委會第37次會議召開，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郭文海出席會議，並為新任命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頒發任命書。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李長春主持會議。會議表決通過中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召開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7次會議的決定，明確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7次會議喺2026年2月4號至5號召開。同時表決通過中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列席和邀請列席中山市第16屆人民代表大會第7次會議人員的決定。會議決定任命陳夏廣為中山市人民政府副市長，投票選舉尹念雄為廣東省第14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結果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相關規定，報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確認當選資格。會議仲表決通過其他人事任免事項。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陳扶英、吳軍、黃少剛、徐凌軍、秘書長余振孝出席會議。市政府副市長歐陽錦泉、市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黃文堅、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羅家浩、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葉紅列席會議。會後舉行咗新任命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憲法宣誓儀式。本台記者伍耀華報道。1月21號上午，中山市總工會第17屆委員會第2次全體擴大會議召開。會議總結咗2025年全市工會工作成效，部署2026年重點任務，圍繞增創新優勢、實現新突破為主題，凝聚職工力量，為中山高質量發展賦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黨組書記、主席黃超剛出席會議並講話。會議指出，2025年全市各級工會組織實幹篤行、銳意進取，團結動員職工群眾積極投身高質量發展百千萬工程主戰場，推動施政引領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職工創新同技能競賽等多項工作取得新進展、新成效。職工文化建設等13項工作喺全國全省作經驗交流。技術工人薪酬分配激勵等22項經驗獲推廣，工會數字化建設等工作10次獲上級領導批示肯定，斬獲32項省級以上文體獎項，交出亮眼答卷。2026年係15規劃開局之年，市總工會將聚焦創新驅動，推動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立法，打造機器人等具新智能工具培訓品牌。
推行跨鎮街產業技能競賽聯盟模式，強化精準服務，推出工會 V 探廠品牌，推進工委託提質增效，打造職工加食堂，優化工人文化宮等陣地功能，同時深化工會改革，築牢勞動領域政治安全防線。我們文化宮呢，去年推出了 AI 實戰應用培訓、AI 音樂創作大賽，還有非遺加潮流的職工大舞台等活動，正是工會在推動文體活動數字化、年輕化的一些生動體現。那今年呢，我們將持續響應數字工匠培育的號召，深化無人機操控，還有機器人等新技術工種的一些培訓，打造更多的 AI 加職工文化品牌項目。技能人才是製造業的根基，我們公司呢長期堅持以賽促訓、以賽提技，為產業工人開闢職業晉升通道。今年我們將積極響應4種跨正階產業技能競賽聯盟的號召，組織更多職工參與香山工匠杯和各類勞動競賽，為中山製造提質提效。市總工會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席余華圖作中山市總工會第17屆委員會第2次全體擴大會議工作報告。市總工會第17屆委員會委員、經審委員、各工委會、市總直屬基層工會、鎮街總工會負責同志、市總工會機關及下屬事業單位幹部等參加咗會議。本台記者報道。今晚嘅中山新聞播送完啦，稍後仲會有城市零距離。